丰收啊！丰收了！在看呢，在看，对吧？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那个刚刚你们看到了，对吧？这个就那个风吹国之岛。风吹国之岛，你看一开始时候就这边倒不是，还没倒，这边倒还不是倒不了了，那个风吹的还没大，对吧？那就后来这风吹一大了就不知道了。丰收啊！丰收了！在看呢，在看，对吧？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那个刚刚你们看到了，对吧？这个就那个风吹国之岛。风吹国之岛，你看一开始时候就这边倒不是，还没倒，这边倒还不是倒不了了，那个风吹的还没大，对吧？那就后来这风吹一大了就不知道了。